喺 AI 席捲全球嘅今日，GoPeople 代理嘅 Omnisenti 堅守一個信念：科技嘅終極目標唔係要取代人，而係要賦能於人。我哋打造嘅 Human First AI 生態系統係要透過智能協同解放人類嘅創造力。呢套 AI Chatbot 直接連埋你嘅訂單系統，24小時用廣東話或者英文複核，自動幫你找出有 potential 嘅單，客服工作量減咗好多，訂單轉化率仲升咗大約2成。老闆終於有時間去傾大生意，仲有 AI 助理幫你攞 invoice 資料，自動寫幾隻語言嘅 email， 出 payment notice 同推廣內容。實測發現，行政同市場工作量減少咗一半，每個月慳差唔多20個鐘。老闆可以用呢啲時間去見客或者研發新產品，而 AI Comply 就會自動幫你檢查，提你交稅同強積金，仲會幫新客自動 generate 工作流程同文件清單。中小企實測做合規準備嘅時間明顯縮短咗，大幅降低違規同罰款嘅風險，唔使再驚漏咗文件或者被罰錢。呢套開箱即用嘅 AI 中小企管家，整合咗 Chatbot、智能助理、內容生成器同 AI Comply， 係專為香港中小企而設。實測結果顯示，整體生產力升咗大約30%至35%，營運成本跌咗大約25%至30%，ROI 喺6至9個月內就回晒本。等老闆真正由咩都要做，變身做指揮生意增長。Omnisenti 涵蓋咗由營運、數據到營銷嘅每一個細節。我哋唔單止幫你慳錢，更加係要同你一齊重新定義工作嘅價值。立即體驗成就以人為本嘅智能未來。